幸福每個人都想擁有啊，亦都要自己爭取啊。華仔劉德華同舒淇當然係相當之幸福啦，因為咧佢哋有非常之成功嘅事業，而且有好多人都愛錫佢哋啊嘛。嗱喺新戲裏邊啦，舒淇咧就性感大膽嘅演出啦，咁就連華仔都話唔敢正視佢啊。講到幸福嘅一刻，又點少得求婚嘅一幕呢？喺今次嘅活動上面，大會邀請咗3對情侶搞氣氛，其中有1對情侶，男方仲突然下跪向女友求婚，場面真係好感人啊！連見慣大場面嘅劉德華同埋舒淇都被呢一幕所感動到。我請在座各位，我真獎先啦，我個健康已經俾晒你，我會包容住你嘅，永遠愛你嘅老婆。好感動，我都差啲流馬尿，係。華仔咧？當然啦，因為只要是真實的故事就會打動我。咁我尤其係見到嗰對即係有啲 BB 嗰對新人，我見到你都唔係問個針咁樣。其實另外2對也有，不是因為剛剛在台上他比較靠近，到後台我就跟2對都聊了。佢都仲喊緊喺後台，好感動啊佢。幾個都還在哭。係啊，有冇安慰下佢哋？同佢影相，佢就唔喊。我說不能哭，不能，越罵他就。最主要是就是因為他跟他們拍照，所以就一直哭。原來係咁。沒有，他們很可愛。華仔同舒淇今次喺電影裏面飾演情侶，當中就梗係唔少得一啲談情嘅戲份啦。舒淇一向係好多男士心目中嘅性感女神，今次連華仔都招架唔住，俾舒淇迷暈咗啊！咁其實之前訪問裏邊咧，我都聽過華仔講，就話舒淇咧令你有呢個即係令你呼叫、令你心跳嘅感覺，其實邊叫係啦？咁其實係邊幕戲咧，令到你真係哇個心噗噗噗噗咁跳啊！就是他跳舞的那些場景啊，那還有就是他其實我覺得他性感的地方就是很自然的那種。那在平常我們拍戲啊，然後剛剛拍那個豔舞的那場戲啊，他還沒拍的時候，他坐在那邊，然後跟我們聊天，穿得很性感，但是從來沒有介意那種從容，我覺得真的非常好。會看一看，右走，看一看右走，還是在旁邊找有沒有鏡子，這樣撞，從鏡子裡面看他就好，不要讓他發現。其實每個人對爭取幸福都有自己嘅一套方法。何韻詩就話佢唔係好擅長表現自己嘅感情，所以成日都走寶。其實我這個人，我是一個蠻安全的一個人，就是說，如果我覺得你不是太喜歡我，我就不會跟他說，就是所以一直會放在心裡啊，直到我覺得啊，你就有一點點的暗示，或是覺得你都有一點意思，我就會開始跟你說啊，我喜歡你這樣子。所以以前就很多時候就常常處於一個暗戀的那個狀態，因為人家都根本不。我其實跟我戲裡面蠻像的，就是人家根本不知道你喜歡他，一直都當你兄弟這樣子。導演劉偉強今次拍攝溫馨愛情小品，電影嘅背後私底下嘅佢當然都好幸福啦，可以同太太人前人後都咁恩愛，唔知個中又有咩秘訣呢？你心中有個承諾啦，即係同另一半結婚，你就真係要好好愛佢啦，同佢爭取好多嘢啦，無論心靈上啊、物質上啊，你都要，其實你都要照顧到好多嘢。